律政司司長啦，同埋我哋之前咧都表示，我哋好希望咧呢件事可以喺香港嘅司法體系裏面去處理嘅。咁啊，亦都相信咧法官係能夠公平公正咁去裁決嘅。不過呢一件事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嚴重嘅事，觸及到違反基本法啦、違反國家憲法，同埋有人宣揚港獨嘅問題。咁所以咧，呢一件亦都係一件大是大非嘅問題。而成件宣誓嘅事咧，除咗係辱罵國家，亦都傷及全球華人嘅感情。呢一件呢係一件相當之嚴重嘅事。咁喺過去呢段時間呢，大家都見到有一啲人呢鼓吹港獨嘅勢力呢不斷喺社會蔓延，咁亦都觸及咗我哋一國兩制嘅底線。咁所以呢，中央對於即係一國兩制堅持，對於國家憲法同埋係反港獨呢一個做法呢，佢係予以釋法呢，我哋係可以理解嘅。咁我哋都相信呢，係經過呢次嘅釋法呢，係可以釋出一個好明確嘅信息，就係要喺香港搞港獨呢係 no way 嘅。咁亦都令到咧所有係想搞港獨嘅人呢，係要即係回頭是岸，唔好喺香港搞亂香港啦。因為咁樣做呢，除咗違反基本法，亦都係違反憲法嘅。咁亦都會搞亂香港，令到市民係冇辦法安居樂業。大家睇到呢段時間喺呢件事上面嘅爭議，甚至乎立法會係冇辦法開會呢，已經可以見到，若果俾佢哋繼續咁樣落去呢，香港將會係受到好大嘅打擊。咁所以呢，我哋係理解中央點解喺呢個時候出手。